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ice 啊，歡迎你又嚟到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。相信你一定去過澳洲悉尼，由悉尼機場入市區，你係用咩交通工具嘅呢？大部分旅客都會諗，咪坐機場線嘅火車咯。其實你又知唔知道，由機場去市中心唔一定要坐火車㗎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可以慳返唔少交通費嘅方法，而且係唔需要買特別嘅車飛，亦都唔需要好複雜嘅轉車，只要用多10零分鐘就可以接近慳返20蚊嘅澳幣，相等於港幣100蚊。究竟點樣做到嘅呢？我哋一齊睇片啦！由悉尼機場出市區，最多遊客會揀嘅方法就係喺機場直接坐 T8 機場線去市區。最大好處就係好方便，唔使轉車，20零分鐘就由機場去到市中心。但係方便嘅代價就係貴啦，坐20零分鐘嘅火車就要俾20幾蚊嘅澳幣，相對要100幾蚊嘅港幣，其實真係幾貴下㗎。究竟點解要咁貴呢？原來係因為悉尼機場嘅火車站佢唔係政府營運，而係由一間私人公司管理，所以每位乘客都需要額外支付一筆機場嘅閘口費。所以如果大家直接由機場上火車，整個車程大概係要20幾蚊澳幣。咁有冇方法去避開呢一筆機場閘口費呢？如果大家想知，咁就要繼續睇埋落去啦。拎咗行李之後，我哋就要跟住 T1 Transfer Bus 嗰個指示牌向前行。嚟到呢度之後，我哋就要出門口，過埋呢一條小馬路，繼續向前行。如果你係需要去國際機場轉機嘅話，咁都係行呢一條路去坐轉去第一航廈嘅巴士。所以好多人都唔中意由阿德萊德經悉尼轉機返香港，相對喺墨爾本轉機只係行過隔離嘅航廈。而喺悉尼內陸機場轉機就要再坐穿梭巴士去國際機場，穿梭巴士大概係15分鐘一班。嚟到呢一個位置，如果要坐穿梭巴士就要去左手邊行，而我哋而家呢就要坐420巴士去 Mascot Station， 咁就喺右邊行。呢一架420巴士嘅班次都幾密㗎，大家都見到有幾多旅客都坐呢架巴士出去 Mascot Station， 然後再轉火車出去市中心。因為 Mascot Station 就唔係機場站，所以就係完全唔需要支付嗰一筆昂貴嘅機場閘口費。整個嘅交通費，坐巴士再轉火車去到 Central 站都唔使澳幣5蚊，而呢一程由機場去 Mascot Station 嘅車程係大概幾分鐘嘅啫，好快就到站啦。咁我哋就拎埋行李落車，而家就由巴士站行去 Mascot Station， 都係行大概2分鐘左右啦。而 Mascot Station 同市區之間嘅火車班次都好多，如果唔係好趕時間，我真係覺得呢個方法都幾值得試下㗎。好快又嚟到火車站啦。如果一班朋友去悉尼玩，4個人同行，呢一程已經可以慳咗70-80蚊澳幣。不過凡事都要兩面睇，如果你係拎住好多好大型嘅行李，又或者一家大細帶住細路仔，帶住老人家，或者夜晚好夜先到機場，直接坐機場火車始終都係最方便嘅。所以並唔係話一定唔好坐火車，而係想俾大家知道，原來仲有另一個更加抵嘅選擇，大家可以按住自己時間預算同埋需要去決定。所以下次由悉尼機場入市區，未必一定要坐機場火車㗎。如果你係唔趕時間，搭420巴士再轉火車，有機會可以慳返接近20蚊澳幣。慳返嘅錢可以食餐好，飲返杯靚咖啡，或者買份手信，旅行都會更加開心啦。今集影片去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呢一集影片，請你俾個 like 我。仲未訂閱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，請你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嘅小叮當，當我有新影片出，你就第一時間收到㗎啦。去旅行大家都想慳得精明啲，係咪？我自己每次訂酒店、機票或者旅行活動之前，都會先睇一睇 Shopback。佢係一個現金回贈平台，如果經過佢嘅平台去合作商戶嗰度預訂，完成消費後就有機會攞返部分嘅現金回贈。反正都要訂啦，同一筆消費有機會慳返少少，我自己就覺得幾抵，所以一直都有用。如果你都想試下，而家透過我放喺影片嘅資訊欄或者留言區嘅連結登記，仲可以額外獲得澳幣20蚊嘅獎賞。有興趣嘅不妨睇下，希望可以幫大家慳多啲啦。
我哋下圖片再見，拜拜。